Hello，大家好，我梁記，講古講馬講心水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喺呢度都係嗰句，多謝大家收睇先，亦都希望大家高抬貴手，撳咗個讚先，訂閱我，分享我，咁就理想啦。好啦，賽事就日以繼夜之餘，更加有越洋廣播、越洋轉播啊！嗱，今朝晏晝已經轉播咗一系列嘅澳洲賽事。今晚仲有英國賽事啊，真係不愁寂寞。但係無論點都好啊，越洋始終係隔山買牛，受歡迎程度梗係唔及本港賽事啦。嗱，聽日沙田有10場賽事啦，泥草混合賽，3泥7草，又同大家分享下，介紹下啲心水冷馬俾大家參考下啦，照做係嘛？啱就分多少咯，唔啱唔緊要嘅嚇，睇下會啟發你嘅思維，揀到其他冷馬咧。啱唔啱啊？心水嘅嘢好難講啊，最緊要自己啱自己嘅心水。熱門嘅唔使我介紹噶啦，大家打開報紙比比皆是啊。介紹新出嚟嘅都係幾十倍冷馬，既然係幾十倍嘅，命中率梗係低啲啦。大家自己去分析下咯，係嘛？好啦，亦都唔好阻大家太多時間，介紹幾筆心水冷馬俾大家參考下。嗱，第一筆介紹俾大家嘅一場10號嘅飛躍精英。嗱，呢匹馬上季一出啊，已經報名已經開齋㗎啦。啊，今季何然照版主碗擺啊黃鳳梨、黃寶玲啊上去減多7磅，滿以為飛到馬度落到6倍，但係咧佢不成軍輸咗，幕後急轉馬房咯喎，去咗偉達度啊！睇下偉達係咪行運醫生醫病尾咯喎？今次佢轉咗倉之後，擺啊艾杜拿，你講喺香港已經係數一數二嘅騎師嚟㗎，叫做徐搬頓之外，係叫做搏殺揾食騎師嚟㗎啦。而家匹馬有30幾倍喎，啊！新過倉偉達啊，分亦都減到過晒龍㗎啦，冷皮可以當邊度？嗱，第二筆介紹俾大家嘅2場10號嘅凌風傲雪。嗱，呢匹馬咧上季一出已經殺聲震天啦，係嘛？落到6倍嘅啫，有飛嘅，但係咧梗係冇表現啦。跟住落嚟試咗幾場馬，亦都試過放頭走，亦都試下後上。嗱，今次姚本輝咧亦配潘大偉，呢個騎師嚟咗香港，眨下眼都成10個賽事啦，好似客串2個零月嘅咋。希望佢能夠開到齋，唔好空手而回啦。而姚本輝亦都係好支持啲外籍騎師啊，甚至乎白毛騎師啊，胡顯東佢都俾隻佢爆下。如果佢要俾佢爆嘅唔難㗎，呢隻質素咁新嘅馬，飛到就馬到㗎啦。咁無論點都好，賠率有成30倍，係嘛？博馬就係博呢啲㗎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第3筆介紹俾大家嘅4場6號超旺財。呢匹馬伍鵬知道咧，上季季初都交到頭馬嘅，當時好似何澤堯騎泥地都交過賠率，交到頭馬出嚟1650。嗱，今次過嚟跑沙田1400，上一場1650泥地試一試熱一熱身，輸，但係唔多處折㗎，好理由相信佢只不過熱下身嘅啫。既然咁呢一把1400亦都係射程範圍，今次亦配金城江都係啦，未開齋嘅外籍騎師，睇下呢匹馬會唔會帶嚟佢頭馬咯喎，亦都係嗰句有成30幾倍㗎，好，跟住落嚟介紹6場要嘅四期威風，都係姚本輝馬房，今次亦配周俊樂，呢匹馬已經跑2次㗎啦，今次初落嚟4班，跑佢16米路程，呢個路程輸俾咩馬？飛輪步喎，絕對唔曳喎，飛輪步上咗1班㗎咯喎，匹馬而家落地4班，真係回旋有地㗎啦呢匹馬唯一上名，正亦都係周俊樂，幕後亦都好明確咁樣擺翻周俊樂去，降班130幾磅，孭少啲死磅，大家知啦，周俊樂都120磅嘅，120磅㗎，唔輕㗎。華籍騎師嚟講咧，佢就差唔多叫數一數二重磅。又睇下呢匹馬交唔交到頭馬啦，而家有成20倍。好啦，嗱，最後一匹介紹俾大家嘅8場受嘅
荒唐冇事。呢匹馬大家都知快活谷佢能手㗎啦，1200米。但係近呢兩隻賽事咧，佢都唔跑快活谷係要跑沙田1200喎。今次就無名中毒，走嚟泥地1200添。呢匹馬過往試泥集冇問題喎，但唔知點解到今時今日先嚟跑泥地喎。上一場跑1200米，董明朗騎上去，雖然係輸嘅喎，輸2個馬位，跑第6，輸而唔脫節，即係話俾你聽，匹馬係有狀態喺度喎。只要幕後一撳掣，以佢1200草地嘅級數喺呢紮馬裏邊講，都能夠應該可以突圍而出嘅喎。講來講都係啦，既然有20倍，值得一搏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嗱，我就介紹以上呢幾筆俾大家參考下，啱就跟多少啦，唔啱我思我想，我見我聞，或者啟發到你嘅思維，揀到其他冷馬咧。好啦，喺呢度多謝大家收睇，最後唔好唔記得撳一撳讚，俾啲支持我啊，等我出片密啲啊，好嘛？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